看啥？冇看过哦？阿姨也拍的啦。够水，真正吼，目睭吼高喇叭，才去熟悉到迄种不法状况。早就知影安尼吼，你就应该包袱啊款款的转去，还佫踮遮咧细细念。谁人叫你去食官庙公？这是天公伯啊，咧互你一个教示啊！哎，你这查某囡仔，迄喙阁真厉害哦，讲话遮尔来着，还讲什么？我去食官庙公。好啦，甲你讲啦，若像这种的翁吼，有啊好无啊好啦。奇怪呢，是你来甲阮阿爸高高甜，你还敢讲这种话？哎，讲者袂用哩哦。玉兰啊，你若安尼讲话无礼貌啦。阿母，伊抢你的翁咧，你还佫替伊讲话？好啊啦，遮无你的代志，你出去啦。阿母，我叫你出去，你就出去。好啦。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搁烦恼嘛无路用。我劝你吼，是紧去办阮阿姑交代的代志啦。你若无阮阿姑若生气，你就免想要怎么食头路。这我知影啦，也毋过吼，你放心啦，珍珠粉的便宜费用吼，阮阿姑会负责啦。我都毋是咧烦恼这，我是咧烦恼讲迄珍珠粉的哦，所送的迄间白饭，哪还拄好是我才出得大迄间白饭，共紧啊你讲，安尼都忘记忘到死去啊咧。想袂到你搁真戆呢，竟然有两个某啊！缘分啦。好啊，咱今日去做小气啊啦，你爱记哦，这样代志该咱成功等于失败一啦。啊，若便宜的代志吼，阮阿姑会出面替你解决啦。我相信这嘛甲珍珠粉看到阮阿姑的份上吼，绝对唔敢甲你计较。安尼，啊，行，咱来行。嘿，你要创啥？无啦，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啦。哦，问啥？做你问啊？我是想讲，啊，你对阿喜啊20多年，爱无甲你结婚，啊，你哪要搁对伊？我无对要安怎？我坦白甲你讲哦，我较早我趁袂少钱呢，啊，我嘛买一间厝，啊，毋过哦，拢爱摕去跋筊跋输了啊啦。我即摆无对伊，是要安怎嘛？无怪你再来找伊哦。迄毋通安尼哦，迄20几年哦，伊哦，互哭个怪三摆呢，拢嘛是我去甲面会的。阿喜也捌去用哭去哦。对啊，有一摆哦，伫咧交警啦，去互拍，啊，佫互告伤害了。啊，有一摆哦，大歹晓。佫一摆吼，是我甲伊告的啦，你甲告？对啊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嘛毋是挑告伊的，我嘛是爱伊好的，我是讲我互伊去跋筊。啊，佫迄警察官吼，这侵占啦、伤害啦，是啥物公诉罪啦，啊，就甲伊铐起来，抓去关啊。我实在吼，愈想愈唔得啦，我吼实在好心去互你针啦。我本来是讲吼，我无歹伊啊，结果伊讲吼，我是要甲伊害死的啦。我想啊，愈想愈唔甘愿啦，我嘛无安尼想啦。我唔得啦，我是好心互你针啦。我已经决定啊，阿喜啊，我不爱啊，我让互你。陈小姐啊，米煮好来哦，进来吃哦。啊人呢？杨大姐啊，杨大姐啊，小琪啊，是你啊？有啥物代志先？我是来看添狗的啦。听我这拄啊人啊，搁坐伫遮，我去煮一个面，都无看迄人，我惊伊走出去，搁碰见就害啊！无怪门无关啦，你可能走出去啦，无咱赶紧出来找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是咧做啥啦？好，免了。哦，你来了上拄好，来，规涂骹全按咧，你甲看，我过来捡。免了，阿爸捡足济啊呢，啊，咱就会当饲足济啊，啊，赚足济钱哦，免用读大学啊。阿爸，
即摆我已经大学毕业啊，你免搁饲啊，免捡鸭卵啊，我会趁钱来友好你。友好？无喏，你爱友好，你会是大人啊！阿爸，你就是我的士大人啊，我的囝明良啊，结果你拢袂记的啊？哈，我会记的，我会记我就反卡啊，我哪有囝？你老爸啊！原来我大学毕业，即摆要互我趁钱啊！我阿爸的时阵，我阿爸即摆哪会变安尼？啊，但你若咧哭，莫哭啦，等下我转来落鸭卵互你食吼。阿爸，你就互我咱先来转吼。好好，转来落鸭卵吼。明兰，陈到尾啊？你要食落卵，较我就有啊吼。吼。明娘，我要放尿，我找你啊。落去啊，袂赴啊。杨宝金啊，原来你走来遮，我四界拢找无你。阿母，阮阿爸苦担你啊，我带伊转来互看。免啦，我带伊转来就好，你遮陪庆来。来，杨宝金，来，我带你转来。苦淡莫互知啊。啊，你看石头要创啥？阮阿爸咧捡鸭卵。你看阮阿爸症头愈来愈严重，天公伯安尼接个创治我。对啦，庆兰，啊你毋是你病院照顾恁阿母，啊你出来创啥？我有听到俊新咧甲阮阿爸讲，因阿哥交代的代志，敢若甲恁阿母有关系，所以我是惊讲因毋知影阁有啥物出头，毋才会赶紧来找你。你放心啦，我相信俊生伊毋敢用啥物小人步，因为我甲伊有做一个君子之争的约束。啥物君子之争？我知伊对你袂死心，我嘛无法度阻止伊来追求你，所以我毋才甲伊约束。看起来你真有把握的款哦。当然有把握，我对我家己真有信心。亮亮，亮亮，我准备去恁家找恁呢。你找我要创啥？阮阿母吼煮甲足青草的，专工吼要请你去阮家食饭啊。无。银燕，你甲阿哥讲吼，我最近足无闲的啦，啊，我想要找一个头路，等头路若稳定哦，再去互恁请啦。冰亮，人银行对你遐好，因阿母要请你食饭，就是要选囝婿啊。你若是不爱去，人会足失望的哦。庆兰，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啊？我请别人食饭，甲你啥物地带啊？啊，俊生毋是嘛对你足好的，是安怎？你要搁甲别人高高低咧？你莫黑白讲哦，我甲俊生有啥物关系？通人知啊，俊生是安怎安排恁阿爸甲阿母去病院上班？当然嘛是要带你做某啊，大家拢嘛安尼讲。别人安怎讲是伊的代志啊，我从来毋捌安尼想过。你有想无想想会知影，啊无别人哪拢安尼讲。好，我会证明互你看，是个，你就知影到底是我对，还是别人讲的对。进来。亮亮，你要去倒啦？你要去阮家食饭无啦？你家己食啦，吼。亮亮，亮亮。小弟啊，忝到安尼。三个娃娃已经咧困啊，较济啦。伊这款镜头，主要就是爱注意伊的行动，唔通互伊走出去，啊无伊会唔知路通倒来。我知影，我一定会用心照顾伊。是讲吼，照顾这个病人，一定会足忝的。小弟啊，我看安尼啦，我来请一个特别护士来甲照顾好。袂用的，不管照顾伊有偌忝，有偌辛苦，我拢爱亲身甲照顾，我才会放心。当初时，我甲明良囥伫咧医遐，伊甲六洗六流，伊都无感觉辛苦。这款的大稳大着，我这世人安怎报，我都报答袂了。我能了解你的心情，是讲过去吼，你伫启东的因兜，拢做下骹手人，受到遮尔大的委屈，今麦有这个机会，我应该好好弥补你，互你享受才对啊。过去的代志，莫搁再提起啊！对啦，过去的代志吼，莫搁提起啊。今麦吼，咱已经重逢啊，小琪啊，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，绝对吼，袂互你吃苦。小琪，你给我这个机会好不好？袂用的，生命
想要袂用你，淑琪啊，你想要要安尼折磨你家己？你想要要拒绝我？上届无，你嘛要替你家己的向拍算一个啊！淑琪啊，我爱你，你要搁你想我对无？你要搁你爱我对无？是咪？你莫是人我莫咧讲，我知影，过去咱迄段感情，你绝对无甲放袂记的。淑琪啊，你给我一解机会，你等下我的身躯边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俊生啊，恁来创啥？我甲迄只吼来找庆兰啦。我想讲庆兰伫遮，暗时甲迄只来看卖。对啦，元良敢无伫厝遐？一定是无伫个嘛。要若无，免有拄则款情形发生。俊生，你要找明良哦，伊无伫个啦。庆兰嘛无来，无你坐者，无你较念伊转来啊。免啦，我念就要走啊啦。高定啊，有一寡话吼，本来我是无应该讲的。因我看到拄则款情形吼，我无提醒你袂用一啦。虽然讲你甲阮淑琪阿姨过去有一段感情伫咧，也毋过你千万通袂记。伫法律上，你是已经有某了。俊生，你是咧假死我是？无啦，我免来甲假死你啦。我即摆只是以法律的观点吼，讲出来做参考尔啦。对啊，淑琪阿姨啊，毋管安怎讲吼，我是你带大汉的，所以你以后伫遮若有啥物需要，所以你免客气，打电话我一定甲你斗相共的啦。上好吼，是莫去麻烦迄个活人。歹势吼，无我先失礼啦。这个囡仔，愈来愈唔是款。院长，我遮已经无啥物需要斗相共啊，无用做你啦。淑琪啊，是的啦，我先走。淑琪啊，你做查某囡仔时阵哦，我就捌你啊啦。想袂到今仔日哦，我会当甲你见面，这算起来哦，算是缘分啦。就是缘分哦，我还要甲你讲一寡你无介意听的吼。哎呀，你要讲啥物话我拢知影。我并无毋茫要甲世明好行中医，我即马干那希望会当一心一意照顾明良，我就心愿意足啊。讲到明良啊，我今日专程为着明良的代志来啊。为着明良的代志？什么代志？向咱到喙打起来咧，有滚水无？嘛一杯来喷的好无？歹势，你遐坐。好。请啉茶。无咯，你是主人啊，你若无摕一杯来啉，我家己啉，我啉袂落去啦。歹势。请啉嘛。好。你毋是讲做喙干？对，喙干。我手机砸掉歹势，我洗面我往大面讲嘅。我摕其他你穿哈。麻烦者哈，歹势哦。这杯你袂去啉啦，好啦，这杯袂你袂去啉啦，好啦，别这个我有熟起啊啉的啦。囡仔来啊啦！歹势啊，是。杨高静啊，你昨日困啊，搁爬起来啊？我已经困，我不爱困。
我歹困，啉水啉水。无啦，你别啉啦，你别啉，我听你啉啦，来来。啉酒啉酒啊！哈。歹势吼，你听地。来，小姐啊，你嘛主人多少啉一个，来，咱三个做啉，嫌我咱三足久无见面，来，我啉一个，第一碗准酒啦吼，啉酒啊！好打，干啦！我这茶真好啉吼，好啉酒啊！阿姨啊，你拄则讲为着免娘的代志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哦，都算唔知吼，阮庆兰吼大学毕业啊啦，我知影明娘是对伊真好啦，也毋过吼俊生吼有甲提起婚姻的代志啊，我做是大人的吼是不能该插咧少年人代志啊，也毋过为着庆兰的幸福吼，我是讲希望你会当甲明娘小讲一下安尼。少年的代志我是无咧管啦。虽然明娘是我亲生的，也毋过俊生嘛是我带大汉的。庆兰伊到底要选择啥人，我看会家己做决定啦。庆兰，庆兰敢若真熟悉哦。庆兰，添讲兄，我看你最近安尼吼头昏昏闹顿顿哦，我看你叫我去内面休困一下，好影啦吼。我不爱困，你要困？我一直困，我不爱困。好啦，无要紧啦。普通时哦，拢无人来甲伊开讲。你今仔日来了正拄好，你著陪讲两句啊啦。不用伊啦。啉酒。伊就明点遮，我代志就歹办你讲咧。无啦，无啥代志啦。奇怪，我拄才你讲伊头昏昏闹顿顿，我家己那头壳一直讲起，奇怪。你叫我去困，我还未困，咱先困，无意思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多时间讲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。我陪伴平我。这皮包啊，伫咧涂骹捡的，要证明讲是你的。拜托姐，你还我好无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伊摕我的皮包，唔还我啦。先生，安怎？要咱证明讲这是你的皮包啊？我会当证明这是伊的皮包啦，而且哦，内底有伊的证件啊。是啊，内面有我的证件啊。少年的，你是会推啊？好啦，甲安尼，后摆较细致的。安怎？系啊啦，我的证件拢放无去啊！一定是甲咱摕啦，行。奇怪咧，拄则就看人为遮行来，咱无看人啦。惨啊！我的证件拢放无去啊，看要安怎？你咧找我是？无唔对啊，请你甲伊的证件还阮。我当然是会用伊啊，若无我早就走去啊，哪会怪我一直咧等你？我只是哦，要甲恁滚一个耍笑尔啦。讲什么耍笑？我甲你也无熟悉啊。哪会无熟悉？我叫做罗义，我甲恁阿爸阿姨啊是好朋友呢。你帮阮阿爸？当然咯，我甲伊是换贴的呢。阮斗阵的时阵哦，拢嘛是我咧照顾伊的。哎，即摆人伫倒位啊？我要找伊。你若知影伊是阿姨一个查某囝？歹势啦，我着哦看着心情才知影。请教一下吼，你是伫什么所在熟悉阿喜姐啊？我哪毋捌听过伊讲起你啊。哦，大概是阿喜也无要互知伊的过去，才会无甲恁讲啦。其实哦，这嘛无啥物，我老实甲恁讲啦，阮两个人吼是伫咧农仔内熟识的。是啊，你讲我阿爸叫人拐过，我唔相信，你有白讲？可能小姐，你莫激动啦。我讲老实话，你煞咧起性地啦，敢讲你我讲白差心？唉，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啦，做唔对，互人乖，都已经受到惩罚啦。为什么出国了后，大家拢要去用迄种无共款的甲讲来对待阮呢？安尼对我，对恁老爸，敢有公平心？你安尼讲是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你拄则谁人要偷摕庆来的皮包啊？这，少年的啊，我唔是讲过啊，
我只是咧滚耍笑尔。啊，既然敢是滚耍笑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搁再讲，啊，证件都已经行伊啊。啊，若毋是安尼，我要哪有机会会当拄着阿喜个查某囝？无听着吼，这是天意。好啦，多谢你啦。哎。